古城蘇州嘅園林，每一個都有獨特嘅風格，而其中留園就以奇峰怪石為人所熟悉啦。留園又叫做東園，由明朝時期嘅疊石名人周時臣設計。雖然喺歷史上面佢飽受戰火摧殘，但經過近代修葺之後，喺1954年起重新對民眾開放，環境一直都清幽宜人，仲係中國4大園林之一添。而留園入邊最出名嘅假石就叫冠雲峰，重5噸，高6.5米，具有秀、皺、漏、透等等嘅特點，亦都係江南嘅4大名石之一。而園區入邊除咗冠雲峰，仲有唔少造型奇異嘅怪石，皆因歷代嘅園主都有收藏奇石嘅癖好。而其中一任主人劉樹更加搜羅咗12奇峰，當時仲揾咗清代嘅著名畫家黃學浩將12峰繪畫成為畫面上面見到嘅呢一張寒碧莊12峰圖。下次去遊園嗰陣，不妨試下逐一比對，揾佢哋出嚟啦。叫得東園，當然附近就有西園啦。西園又叫西園寺，其實係附近嘅界堂律寺，有寺在園中，園式自景嘅美譽。而家已經係唔少遊客打卡同埋影相嘅旅遊勝地啦。入面嘅素麵亦都係素食愛好者必食推介之一。而近年更加有唔少人去寺內係為咗尋找可愛嘅小貓，令西園寺亦都成為咗一個貓奴嘅景點。下次計劃去蘇州，不妨就去東西園感受一下啦。想知蘇州仲有咩玩，就記得要睇中國旅遊3月號園林之城蘇州12時辰啦。